还有清楚了。跟娃娃的流量还可以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站好，站好。南木娃的这个流量还可以。位置站好，位置站好，站好，对。先喝一道，先练一道，先练一道。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手机，重来，重来。密码，密码。密码，密码。啊，印住，密码。重新放，重新放。568923。密码现在公开码了。对。你还搞忘了？啊？先教呀，先练习一下。他们先练一下，有点急。大家没有练，先练一下。这是我们摄影师老师安排。我给他加油，对吧？基本都会了，他练习一下。3个这样，上点关注，下点赞，中间比较断。放喽！现在好时候，就现在好时好耍。老师，你好久来了3个手机是吧？3个一定要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都是抖音、微信、YouTube，3个平台一起。你才来的。
手没得？跳手没有？跳手了头就重来。跳到去了。重来，好，可以了，重来。多少经验？大家点点赞，点点赞。啊，裙子是。哎。好好跳。刚刚开始跳。下点赞，中间评论不要断。还跟人家学的这种，昨天那个小孩哥教我的，昨天那个小孩哥才14岁，就是新加坡那个带舞的那个小孩哥，他才14岁，他教我说的，只不过才播了几天，还不太会。
看我。对，那个马特拉姆的哥哥在里面，还有一个是那个小拉菲，叫他等于叫当小。那个拉姆的哥哥叫什么？相声还是叫相声？拉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。